你試過話冇事嗰陣，其實有事嗎？定係有人問你想要咩，你話邊個都得，但其實你係有想法嘅。相信好多人都試過啦。不過你有冇想過呢個細微嘅習慣，其實係話緊我哋深處到底想揾咩嘢？想象一下東京個辦公室，同事升咗職，佢講馬馬虎虎啦，你知佢係想隱藏份驕傲，唔想人覺得佢自大啦。朋友邀你出去玩，佢唔係直接話唔得，反而係模糊咁講，嗰陣時可能有啲，根本就唔會俾個直接嘅答案。一家人食飯，個個都點頭認同，但係冇人會講佢哋真正嘅想法。每日都係咁樣，把自己放喺個西字裏面，你知嗰種疲累感嗎？真係好辛苦。日本文化教咗我哋好多嘢，調和、尊敬。但係你有冇想過，當人哋對你咁體貼，冇人真正認識你嘅時候點算？會唔會係有一種更深層次嘅渴望，唔係淨係想禮貌，而係想俾人真正認識呢件事？我覺得好重要。曖昧呢，其實唔係冇用嘅，佢係由古時候嘅智慧衍生出嚟嘅。你從歷史角度睇啦，都係有道理嘅。以前水稻農業要求大家合作，有調和，整個社區先至能夠生存落去。冇鄰居幫手，你根本種唔到米。一齊做嘢，產量就多咗，所以就產生咗呢種全員決定嘅規則。如果你唔聽話，違逆集體呢，被村裏人孤立，嗰個威脅係真實嘅，知唔知？所以人就開始學識讀人意思，而唔係直接講。言語之間眼襟而氣氛，溝通就係咁樣成立嘅。其實曖昧有好多好處嘅，佢保護人，唔會俾人丟臉，保持關係，尊重謙虛。呢個人聰明，唔講佢都明白。察直美學、禪宗佛教、古典牌句就係未講嘅嘢個力量。讀者自己去補充。老闆對員工講：呢個簡報幾有意思嘅，員工即刻明。要改進，但係冇人會丟臉。message 傳到咗，當中有種美感，你知唔知？但係呢度係個問題，呢份智慧本身其實可能變成圈套。當曖昧去到絕對唔會講真嘢咁嘅地步，就會失去啲重要嘅嘢。呢個好傷心啦！曖昧本來係用嚟保持連結嘅，結果反而阻礙咗真正嘅連結。你如果唔直接講自己需要乜，人哋就得靠推測，淨係猜。我覺得深層次嗰陣有個恐懼，如果人哋知道我真正嘅想法、需要、困境，佢哋會唔會仲接納我？我哋就一直咁樣翻譯自己，好攰，有壓力，真實感受同表面嘅念，本音同見前，對唔對？日本社會特別強烈，被孤立嘅恐懼，驅使好多日本人閉嘴。研究都證明咗，如果個人要不斷篩選自己，焦慮會升高，歸屬感會降低，好難去同人真正親近。想象一個30幾歲能力強嘅女士，講返職業困難，馬馬虎虎，要唔要結婚，馬馬虎虎，家人嘅期望，馬馬虎虎，個個都以為，咦，呢個女人冇事，但其實佢好孤立。我想問你，你身邊嘅人係咪都累到要猜你想講乜？如果你坦白講，關係係咪會壞，定係反而會更堅實？呢度係關鍵。人類有一個需要，唔係希望被照顧，而係希望被認識，係咪啦？細嗰陣同父母嘅關係，嗰時仲冇曖昧，真摯嘅友誼，你會感覺到呢個人真係睇到我。導師指出你嘅潛力，個社區裏面你可以除咗口罩，呢啲時刻好難得啦。因為難得，所以印象深刻。有啲傷心，其實要揾到生活嘅意義，你需要清晰嘅言語。你中意咩？你擅長咩？世界需要咩？曖昧裏面冇答案，因為你太忙住管理人哋對你嘅期望。日本美學有個概念間，兩樣嘢之間，兩個詞之間嘅意義空間，空白位好緊要。但係從另一個角度，清晰同率直
其實創造咗真正連結嘅空間。我認識個女士，佢終於同家人講，我唔想接手家族生意，好驚。但係點知家人開始幫佢揾自己嘅路，曖昧本來阻止咗佢哋。你人生裏面邊個真正認識你，唔係你以為個樣嘅自己。呢度好重要，尊敬同調和之下，你係可以誠實嘅。率直唔係失禮，係尊重人哋有權知道你邊度企。誠實嘅嘢可以好溫柔咁講，唔係言語嘅問題，係心嘅問題。我呢度有唔同意見，都講得好斯文。商業世界都變緊，有心理安全呢個概念，團隊覺得安全，個個都出聲，成效就出嚟。呢個唔係西方個人主義，純粹係好嘅。武士時代都有正心啦，唔淨係調和，而係誠摯嘅心。所以呢個唔係棄咗日本價值，而係完成佢。講啲實際嘢，你要直接講，多謝邀請，但係我呢次真係唔得。原因係表達自己嘅需要，呢度馬馬虎虎唔得。我其實需要表達分歧，我呢度見法唔同，想同你分享我個角度。尊敬調和，同時講得清楚。尊敬階級，同時話真話。體貼同率直係可以並存。丹麥嘅希奇溫暖，加上瑞典嘅率直，兩個都做得到。人係暖，同時係誠實。你個人生裏面邊個關係可以多啲誠實？你嘅報酬嚟啦，被真正看見，唔淨係關係會改變，整個人生觀都變。關係深咗，唔係表面調和，係真實親近。人可以支持你，唔應付下唔得，係為你企出嚟，真誠嘅回饋幫你成長，唔使扮咗咁耐，終於鬆得一口氣。內裏都轉變，入邊同外面一致，自己係邊個睇得更清楚，咩先至係緊要嘅，唔使浪費咁多能量。本來用嚟管理假自我嘅力氣，而家用嚟做真正想做嘅嘢。自由，社區都變，人哋講真話，問題就解決得真正，唔係封面，創新就發生。心理安全嗰陣，人敢講新 idea， 信任加深，因為個個都知邊個企邊度。日本美學有個字，清直正滅完整，就係咁。我認識個女士，後尾同同事講自己有焦慮症，好驚嚇。3個同事講我都係，我以為淨係我。佢嘅坦誠俾咗人 permission， 嗰個漣漪由一個勇敢開始。呢個唔係起咗日本價值，係完成佢尊敬嘅智慧，加上被認識嘅勇氣。被真正聽到，唔淨係溝通好，而係發現自己係邊個，同時幫人發現自己，係咪啦？呢個禮拜我想邀請你試啲細嘢，唔係大改變，淨係個實驗。記得一次你話馬馬虎虎或者邊個都得，但係其實你有想法，在呢份空間度停一停，你守緊咩？自己、人哋、關係，老老實實問自己，坦誠會傷害關係定係加深？同個你信任嘅人試下，有啲風險。講真嘢得一次，我知啦，呢個可能好驚，你可能學咗靠讀人生存，所以閂嘴。嗰個係真，但係我想問，邊個人度你可以多啲誠實？乜時候會安全啲？一個世界，人哋唔使卡人哋諗乜，被尊敬同被認識，調和唔代表自己消失。呢個唔係西方個人主義，係日本價值完成嘅樣子。一個問題帶走，你人生會變咩？如果你相信真正嘅自己唔係你以為要做嘅樣，其實係值得被認識嘅。多謝你同我行呢趟，希望你發現到被真正看見同真正自由。呢個故事其實係講你人生最重要嘅連結。如果真正嘅自己係有價值嘅，真實嘅你被接納，嗰份認可愛邊度嚟？同神嘅關係都可以被真正認識，被無條件接納，係有可能。好多人聽到神就有距離，我明。但係如果神完全認識你，真正嘅你無條件接納，
咪唔同咗。如果真係咁，你人生會變咩？所以如果心入邊有啲乜動靜，值得去聽。神啊，如果你係真嘅，同我講，呢度就係開始。對好多人嚟講，上帝就好似一位充滿智慧又貼身嘅朋友，一路陪住自己行人生嘅路。唔知你會唔會都想認識下佢呢？我相信呢次相遇一定會係一段好美好嘅經歷。讓我哋一齊祈禱，主耶穌，我承認我嘅罪，並尋求你嘅寬恕。我願遠離罪惡，並邀請你進入我嘅心靈同埋生命。我願意信靠並跟隨你，成為我嘅主同埋救贖。請幫助我理解你嘅愛與恩典。我需要你嘅指引嚟真正改變我嘅心靈，更新我嘅思想。請引導我，使我嘅行為符合你嘅旨意同埋我生命嘅目的。奉耶穌嘅名祈禱，阿門。